漫天风雪涌南关。层层涛声满trời回，半千里哦，几余生。书生不看下的衣柜，自不量都请妇女两中啊，只愿脚踏独身难，不忘愧我的心血，今天来
小脚将我偏妹的废柴般弄着子，我想这样贵重的岁数，你还是自己来着吧。不，姐姐啊，妈妈那边这个月的包生银子，我已经带你付了。啊，不，姐姐，这怎么是的呢？还是对我偏妹的好啊。哎呀，师妹，姐姐。你闭门谢客。
些日子，王朗需要上京赴考，我要为他多备些银两，有劳姐姐你多费心了。你呀，翠萍姐姐，你看我家姐姐的香炉袋都已经完上了呢。四妹，自此说来，你是决意从了，要跟定王魁了。既然你心意已决，我也不多讲了，这是罪了。哎，四妹，昨子你还是留着印记，别妹这肉酸菜吧。这肉酸菜是我弟弟留下的唯一遗物，我岂肯变美？但愿你总能心愿得成。姐姐，我醉了。姐姐，姐姐慢走。俊妹，哎，时候不早了，快3更天了，叫你姐夫快来安睡吧。姐姐，二更还不到你，姐夫刚才说这到一早就过来。哎，俊妹，莲子羹熬好了吗？熬好了，熬好了头，快倒在碗里，你姐夫过来就要吃的。姐夫他还没有来呀，倒得烧了，岂不要冷了？你姐夫一过来就要吃，尚不早些到，不是要烫了你姐夫吗？姐夫一下子不过来，莲子羹冷了，岂不要冷为了姐夫吗？你这样的冷了么再念呀？哎呀，姐姐，你想得真周到，快去吧。啊，姐夫出来了！啊，忘了，你这样的，时候不早了，忘了。娘子少来，小生来了。王娟亲等2年以上。书记子此故原谅，这也是我王魁严风无量，也道说还有这红雪天香，唐啥子到京城。王朗，快来吃莲子羹，冷了吃下去不好，快来。娘子，这么时候怎么还不睡呀？姐夫不睡，我家姐姐怎么安睡得下你？去吧。娘子，你在做什么？做针线，做什么针线？一双面么子。替谁做的？你想我这别人做的不？我不是有了许多么子，你做它何用啊？你过去深夜用功，手表换气，两腿时常发冷。前几天我在张大夫那里取得一方，他说此病再发，可发此药。我想你是要上京赴考，可不能再受活人，需要面目态才好呢。一张
卷卷情意，暖人心啊！向往亏本也是出生命啊门，父母忙家到老，爹娘伤心，父可靠上落地，羞愧难伸。马途中遇娘子，你还是乘风关心我平时的生与死。偏恋在，是你一生相许我落难忍。2年来，你为我操心打扮心，2年来，你为我受尽千般辛。恩深似海，义重似山。叫黄奎今生今世也还不清。
还还的香炉台。娘子，我不免在这香炉台上题诗一首。第四。公则贵子，是将所虑鸟语哉。相思情，全作君心为妻呀心。巧合，你我结为夫妇，可算是黑人爷做的美呀。黑神娘中万难相逢，2年以来朝夕相共，此刻需要分别，我与万妻又不知从哪里说起。你都要早去早回，莫忘了命苦行中，我欲苦苦等你的妻呀。娘子，枉愧此行苦得天。完了。娘子，你才不信？不是，我们请黑人爷替我们作证。作证。小生枉愧，是与桂英结为夫妇，私过边界灾区。此番上京赴考，受得高中，定及桂英到京同享荣华，尚为此次永途到上。王郎言中了。我教桂英
少夫人有何吩咐？一路之上，好好伺候少爷。老奴记下了。九妹，贼夫一路保重。谁家好好伺候你家姐姐？贼夫放心。少爷，时不早啦，去吧，去吧，娘子，去吧，去吧。姐姐，姐夫走远了。要叫常员公，启禀常员公，就寝的人又来了。哎呀呀，怎么又来了？哦，你还是与我一样的回复。常员驾驭糟糠之气，请示不便应允。各位大人好意，常员行礼。啊，真是！哎呀，少爷，真是好样的！
大丈夫也，常愿我从今受你好气概，少妇在苦尽甘来是天安排，光怕西的居为你，光怕倾心将你爱，光怕为你我如得，光怕人既早，两在苦相陪。快快接他进都来，让他脱离苦海，扬眉吐气，转风采。说得有理，我是有安排。启禀张员公，礼部侍郎张大神过府。礼部张大神，哦，叔叔有请。是，有请张大神。啊，见哦。下官少来备，请常员公赐菜，有生正对老张大神有旨驾令，请。请。恭喜常员公三喜临门，三喜。常员公辛苦得中哪一喜？少中王位大人正想与常员公缔结亲近之好，乃儿喜。常员公不去糟糠，也已为结亲事，人品高洁，令老人想也十分钦佩。已将儿女领子小婿许配常员公，乃三喜也。承蒙老人相见，有生感激不尽。这是老人相继子有生家喻糟糠，以后国王将领子小姐许配有生，这老人想爱在心切，他方的常员公之妻，并非名门千金，实在为常员公可惜哟。少中王二大人的夫人，出身还为之不少，以后只枉亏一人哦。可是堕落风尘的，恰无有啊！堂堂新科常员，竟取来养明科王烟花女子为妻，此事倘若被人知晓，张员公你的颜面何成呐？老人想爱在日明，他不忍常员公难堪，故而令下官前来提亲。常员公万望应用为好。大臣，王魁高中放俗人，来龙去马先查清。神仙神通有技能，这情事非同一般，非是真。常言道，糟糠之妻不下当，忘恩负义泪骂名啊！梦见姑父
到穷惨，我与他换来相逢真匹配，定期再去报应。常人公不要看似配，细听相关也为，教会本是张太女，怎比得后门修复的女群他早心不出心难配，怎配你天子门生汉冤贼？此事早被万岁知道了，将常元公贬下了凤凰台。那时觉你功不成，应不去，不愿你10年寒窗，把辛苦怎比得再向堂前做翠楼？林子小姐配我些，相夫门的同是海，青云路早为你安排，是怎样欠债的良机实难猜，常元公啊，你错过机会要回呀！他那里年月是千里，不有黄魁把头里。娘子啊，你偏偏是个烟花女，叫王魁世间相陪，终于为难非常元公，你为何都是神人啊？有时实在是进退两难。不难，不难。请嘛，送此事陆文通请用色上。这退嘛，送此退为来呀。这股那妹子哇，点菜我的穷苦日子。哦，舍不得你那鬼阴气，见你是陆王，遂令我们听去了。哦，不为的，我与他开人面前把事大门，我生死不变心，国王神灵可作证，百姓气要遭报应。神王高追随地流，天经地义本前程。我为神灵为心啊问，归因心爱是海啊深，平气再去伤他心，怕只怕修书变成彩魂灵啊！他们一个青梅女子，怎会为短日小事而寻死？全场人莫要再思。
状元公这门亲事，还是应用为好啊！大圣，有事，还是应用的好。状元公既用婚事举行事业新郎，以作评理。匆忙之中，无语醒了呀，这鸟孙子不是最好的新闻吗？这有算这么？大圣，丞相府家中金银之宝，得见之善，并不在乎你状元公礼品的轻重，此事就这样定下了。告辞。大圣，告辞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哈！一声应允，他可讲。恩爱夫妻父王娘，这真是传到江西大礼上。黄葵子的很心脏。娘子，既是休书，又怎再称她为娘子？还是叫一声归隐姬吧。一封信寄明口啊，教育教子女娘郎，非是黄葵良心肠。我也是八百无奈难言讲，太着太我功名显真不怪忙。这年烟花女难配状元郎，要数42两，是黄葵不能转来呀。念他与我2年恩爱，在地小事一岁，必怜子愿已归，休将不应冤枉愧。只因交在张得来，正向穷来鸟语在。往走那里？往走那里？少爷，这里有书信一封，要收银子200两，说送往莱阳，教育明可啊。莫不是给少夫人进京？真是。这句好了，这句好了，老奴即刻去在。少爷，还有什么话要老奴吩咐少夫人的？哎呀，心里写的明白，老奴多问，老奴多问。启禀状元公，莱阳家书到。下书人何在？书信下在客店之中，是店主人送来的，小人已当发他为去了。下去。是。桂英百计，望郎清茶。还有小事一说，上国神歌尽续响，才郎得以真书画。谁
子交在有贵客，这就诚意得记在呀。娘子好精神也，归隐心爱实可明，事事行，事累恨。帝都欢笑与归人，怎不叫人哀伤？王总哪里？王总哪里？王总已经下书去了，快唤他回来！追远了，哎呀，快追他回来！快马加鞭也追不回来了。不好了！归隐心内是海深，艰辛言语万民真。这真是驷马难追眼睛。再相夫差人，人皆新故也故夫。这明明是那个归隐的吻啊！请新故也上
喜少夫人，贺喜少夫人！我家少爷得中状元，得命老奴报喜来了。要输银子200两。哦，银两就没剩下。老官家，少爷身体可好？好。可是少爷亲自差你来的呀。正是少爷亲自派老奴前来迎接少夫人即刻进京。老官家，一路辛苦了。姐姐，你快念信嘛，我们都想听听姐夫的细细语。哎，忙什么？哎呀，常元公接常元夫人的信，我们怎么好听呢？姐姐，我们还是回去告诉妈妈，早点叫她准备行李，好让她进京为王郎去。姐姐何必如此？明日定要张灯结彩，敲锣打鼓，让大家都来看看我们明国王再出来的状元夫人。姐姐，我定要让那些市里人看看，什么叫为颜色英才。老管家一路辛苦，带我歇歇去吧。对，我也非要回去问问妈妈，看他王官说媳妇穷，姐姐节目，姐妹不要如此来。你先回去关照准备营帐，明日一早，你我姐妹一同进京。哎，多谢姐姐。起来，哎，姐姐你啊，为这些个黑生即刻收回。好，那你快回来，我等着你啊。谨记规矩章次，规矩。事必记实尽，教应得中。蒙尘老丞相赵贼，这个城里。只有新婚难见，就得凤凰中送分，还不良一方年这两年。你莲子月一关，休将不语愿忘愧，心强才长得绿，真想将你鸟语。有新欢了，俺需就业了。我是长得绿，不配再穷人。我是长得绿，不配再穷人。我亏，
那王魁上京把事应，我也曾与王魁同到神仙把事定，谁知道生死何否与他同命啊，谁知晓此生之缘不自信。那王魁他中了常遇是忘了本，他经过定期再去与周心啊，200两银子一封信啊，害得我上天无路，下地无门。灯费心策，深深公愤。王神圣之正义时差应与我归隐，把的文明与我扎针，与我扎针，海深我总是往日夜光，是怎么？我哭诉了半天，哎，你是一点也不理睬我。哦，莫非救你人太多了？你忘了那天我与王魁在此明誓了吗？潘国英，潘国英，请你快查一查吧，查明白了，想海生也为兵一生，快快办那王魁。怎么？你也不理睬我？那天我与王魁再次明誓，不是你小鬼姑做的坚持的吗？小鬼姑，小鬼姑姑，你还记得吗？记得那天我与王魁再次明誓了吗？怎么？你也不理睬我，你们大家都不理睬我。啊，我明白了，是今王魁逼不得从前，他中了状元是天子门生，又是丞相的女婿。
你们是怕他，不管砸他，你们也怕他啊！哈哈哈哈哈！你们也怕他啊！哈哈哈哈啊！你们都看不起我，看不起我焦桂英，一无贤，二无私，四顾烟花女子。可是我该受什家？欺负爹妈回国去绝做奸臣，小鬼不肯闭声呐。这是叫天天不应，岂不叫鬼我一直忍？黑松阴。道理不是不刚正，万语神经千万情，巧用的情是无影影，一生不可说不足啊！王奎，我想你，我真的不想你，我就是不想你，我就是不想你。王奎，我不想你，我不想你，我不想你，不想你，不想你，不想你委屈吧，委屈吧。焦桂英，你乃是个烟花女子，你还想做上元夫人？
家可归了。你不给王奎与我带走，我只有一条死路了。对，死，我就是死了，也要给那王奎。到你身前的真浪翻。青山落水在眼前，此系女子非心怀，我做王魁。报仇冤。
了判官是也。只因焦桂英陪王魁休妻，事已生死，黑生爷整了他的诉状，命我给那王魁文判前来与他作证。焦桂英哪里来？焦桂英，海生爷整了你的诉状，带你去到边境做那王魁文判，先来与你作证。当真？言语据文判条。
想起了东汉子，官官相在早无恙，牵发毛头草姑的坟。骗局，教会才子少代，太阿弥跪着归那王魁城。
你半点诚心都没有呢？哎呀，判官爷呀！这他是那飞行村看不着，我将要将错的命在用力一推，是判官爷。姑爷，小姐已备好酒宴，请姑爷一同饮酒赏月。回望并女小姐，使我批问公文，立即回访。是。十八斤，岁尽年下自相美。常有那风流苍苍笑望我眉，喜庆笑尽后台。有名是谁？对不懂是往事，混弄于悲。向我王魁，自杀在政府以来，蒙那林子小姐对我十分恩爱。华年4岁，不久又是生亲。为想再来养自己，与我那鬼淫妻。在那朵音乐下，千真地唱，唱曲雄伟，此际都成往事了。想当初与娘子心心相印，夫妻们在月下待人斯文。星光彩月华容，不动龙牙印。这前程是成梦，不可再寻。那王种种来养为来言道，焦桂英接着我的书信，就在黑神庙内肆意生死。哎呀！下官虽在金玉锦绣之中度着，总觉得生死惶惑。哎呀，桂英呀，桂英，你的英文不要埋怨于我，我也是不得已呀。
心上相惜。自从修了教士女，我精神恍惚为真谛。这也是王魁不得已，不为了多尽教士情。2年前，他与我共成席，3更灯火复根基。谁知胜利成死别，8般的恩爱真正重离。但请那名声高闹来超度你。是啊，待下官明日满着夫人去请那名声高道，与那教师多念几卷经文，也就是了。叫他与父母亲女在那鸟语去。这样子到了深秋夜晚，已显得有些凄凉了。命运已经深深系，房内残灯似头泥。耳边像又听得风声起。黄泉汪汪飞波西，司令下面是谁来了？你是谁呀？谁呀？我是陈，是死因呐。莫非我一心升官门，我有浑身去是贵生之事不可平信。正传有规，我王魁乃是男子汉大丈夫，又是天子的门生，怕他这身啊！马生王魁太稀奇，为么贞观把长元气？为何今夜又逢此生？又听不见了，莫非是我精神恍惚所致？其实有他。听古董曲曲，古玩戏。
我是似水被回避。夫人，等我迎爵上药，亲自接我来了。哎呀呀，夫人啊，夫人，你何必亲自来哟？外面叫开门的是哪个？是我啊！你是谁呀？我嘛，是我啊！是夫人吗？真是。是哦，我说是夫人来了嘛！哎呀呀，这真是闭门不知风月好，开门迎得官配来呀！哦，来了来了！啊，夫人请啊！夫人，夫人，哎呀呀，夫人啊，夫人，你休要与我作耍。今夜月色虽好，就是风大了一些，先将灯都吹灭了。啊，夫人，请喽。催眠了也好，记得你我夫妻在雷阳的时间，不是时常彩灯赏月吗？哎呀呀，夫人，休要失笑，你什么时候到过雷阳啊？啊，夫人请啊！王郎，王郎，分明是神，真色是鬼呀！那王中宗雷阳为了言道，你记着我的书信，就在黑人庙内是已生死了啊！那是他做错了，我不诚实。你不诚实，不诚实，当真？当真！王郎请看，我不分明是你的鬼影吗？果然是鬼影，鬼影！王郎，王郎，千里迢迢，你是怎样来的？千里迢迢，王郎，你来的，难道我就来不得吗？你来做什么？啊，一来问是王郎高中得来好戏呀！哎呀呀呀！四个一句，玩我的什么戏呀？啊，这儿么，我与王郎送一方来了。一方？什么一方？啊呀呀呀呀呀呀！王郎啊！你真是一登龙门，一进马。
疾病伤，多爱你郎君退衣裳，记得我东卿大夫谁举意，举得妙方金高堂，赐予你郎君身健康，保佑你上京赴死名利金榜，海参庙一边历来扬，为妻我实牵挂，一生梦想。唯恐你疾病再复发，我是千里迢迢来送养。小桂英，我此病从未再发，药方不用了。药方不用了。桂英呀，桂英，并非我诚心为你，只是为师所怕，出于无奈。你我恩爱一场，事情已成魍魉一梦。你王郎，你委屈吧。王郎，记得我与王郎当时相爱，誓不再讲。我常受宝儿的当骂，姐妹们的讥笑。如今王郎高中，为妻烦躁受气。我霎时委屈，不要说宝儿的嘴脸难看，就是那些姐妹们也会一个一个的欺辱于我。向桂英试探不明，冷落烟花，如今更是无家可归了。我千伤万碎，历经艰辛而来，只有王郎换着往日夫妻情分，留我做一方死妻。谁留我这个孤苦伶仃的女子吧？叫桂英这可得自来上吊，我心也
望山却真同桥，留下你毁了我两相难报。心愿留下我根。王老，你是留下我吧？江慧英，我心意已决，你不必多言。我今日黄金谷这两地好自为之，使你们无去吧。事到如今，你还要我教桂英再落风尘吗？好，既然你是此恩多义尽，把我的兵算在还给我。那要算债么？怎么
也像丢弃鬼一样的丢弃了吗？我是对你讲了，那娘算在已做了我与夫人订婚信嘛。你说怎样我玩？我与另外一个也就死了。那要算在是我弟弟留下的飞也一不想你。贵人呀，贵人，今生死母为了你，愿累生于你这件事路中加把手。哦，你才不信，我可代天明誓。明示，哈哈哈哈哈哈！我要明示，你那明示已经害死了一个娇贵人，难道你妄想再害死一个娇贵人吗？你究竟是人还是鬼呀？真是鬼影，鬼闻到此。王魁呀，王魁，我死他
雪橇贯穿花开的国度，生死相依。谢谢大家，非常感谢大家。今天是我们杭清乐成立2年以来，首部大戏《秦探》啊。这2年来，非常感谢我们的戏迷朋友、我们的领导，还有我们的老师、名家。今天我们台下有我们滨江区、萧山区的好多领导，还有我们杭州市剧协，还有我们很多这个名家老师，还有其他专业院团的这些名家演员，今天都到场来给我们捧场，我心里非常的高兴，也非常的激动，向大家表示深深的感谢。今后我们杭清乐还会不懈努力，继续坚持我们的初心，弘扬粤剧文化艺术，为大家呈现出更好的精品作品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啊。